他的子宮鏡是今天做嗎？今天做。看这個體型，它就會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，對不對？丁醫生，你也是高危人群哦。這個病人是個大卡血的病人哦。大卡血的標準是什麼呢？還記得嗎？因為這個是呼吸科危及生命的，就輪不得你翻書的了。比如說你剛好在值班，病人突然間大出血了，你怎麼辦？先看他神志是不是清醒，確定出血的量。先緊急用止血的藥物。用止血的藥物，請問你護士把這個藥打上去，你認為需要幾分鐘？病人突然間就是幾百毫升，人還沒到床邊的時候，病人心臟已經停掉了，就有這麼快。你忽視了一個最關鍵的環節，是這個病人能否活下去的最關鍵的。換側臥位，腳高頭低，讓病人把血咳出來。這個的話，你要在1分鐘之內就要搞定。這個血暫時的止住了，趕緊去做後續的治療。如果你是病人本身就是卡血的不穩定的病人，你就跟值班醫生交好班，好吧？就是大卡血的處理，這個是你們要學習的，必須要牢記的。